大兴，咱来到台南的盐埕遮，我看迄同学伫内咧佚佗，看起拢对做盐较有兴趣呢。所以咱即马就来去甲因问看卖啊，看因对台湾的做盐的历史敢有了解。行，台语听有吼，小可啊，小块的。台湾的啥物所在适合做盐？北门、七股盐山跟金枝角盐田。北门。这样看，台南。台南是东南西北哪边？西浪。对，西南边。海边。哪里的海边？台南。没有错，西南沿海都适合，拢适合给来做盐。我不要有风吹啊！咱即摆看到这个盐田、盐田，上早伫倒一个时代的看有啊？我唔知呢。日治时期。搁较早。较早。唐朝。太久。郑成功。对啊。陈友华跟陈友华诶，李正。对啊，一个会做陈友华。咱即摆咧食的盐啊，内底拢有加一个物件叫做碘碘。啊，你敢知影是安怎爱加这个物件？伊是要预防什么货？潮湿吗？消毒。驱邪。我都驱邪，不是。乌卡病。不是乌卡病。传染病。不是传染病。那个甲状腺。甲状腺。对。就是预防甲状腺肿大。盐啊，除了起来食，还佫有倒一个产业足需要伊的。农业。不是。物业。工业。哟，商业用盐嘛。哦，对啦。俊哥，他拄仔迄规轮听起来啊，会当感觉咱的同学啊，其实对盐的历史佫有一寡利用，较无遐了解呢。对啊，所以今仔日咱就带咱的同学做伙来去了解盐的故事。大兴，你敢知影做盐有几个重要的条件？头一个啊，上基本的，就是一定爱挖海嘛。过来第二个，就是雨袂当落伤济。啊，第三个啊，就是爱像安尼伫咧平坦的所在。最后一个，就是日头光爱有够美。安尼准个，你感觉咱台湾啊，敢是一个适合做盐的国家？台湾海峡的海底较平，平均的深度干有80公尺到100公尺。也因为安尼啊，沿海有足侪沙轮啊、海沙堡啊，还佫有内海。这沿海的这条件啊，就足适合做盐的，是台湾主要做盐的所在哦。尤其是啊，为家己的布袋啊，一直到台南的安平、北门，搁到高雄这段，因为规年冬天啊，天气拢足干燥的，加上啊，逐冬有300外公的好天，所以啊，平均的气温足悬的，嘛变作是足适合拍盐的所在哦。今仔日咱就带大家做伙来去了解台湾的盐业历史。咱即摆来的这啊，是台南四册的安顺盐场，伊伫台湾是真有代表性的哦。俊哥，你看，咱即摆摸到的这个盐啊，其实就是咱平时咧食迄个盐。啊，毋过伫咧足古早的时阵啊，就是迄盐，因是为灌海水转来，了落去滚，啊滚的了就会出现这盐。啊，毋过因为这个制作的方式啊，就是做废气，啊，搁做了时间的。所以啊，咱即摆看到这种用盐田制盐的方式吼，其实根据资料来看，对郑成功时代就开始安尼做啊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迄个技术，所以咱的盐的产量啊，就愈来愈济。啊，迄当阵啊，咱的盐其实是一个自由的市场。啊，毋过因为安尼，迄个介绍啊嘛是乱七八糟，所以落尾伫咧大清帝国来到台湾了啊，为1726年开始，就有一个盐的专卖制度。啊，毋过迄当阵的制度啊，毋是一概就做甲水溃，嘛是阁有一寡私盐咧卖，所以会去影响到官盐的介绍。是一直到1888年啊，劳兵团伫咧台北设这个全台湾的盐务总局，啊，伊是属于台湾的分务。同时间啊，伫咧台南嘛有设一个台南的分局。一直到1919年，日本的民间企业成立一个台湾制盐株式会社，啊，伫咧总督府的授权之下来经营台湾的盐业。顺着这个精势，台湾盐业的发展是阁愈来愈好啊哦！即马伫咧台南安顺盐场内底，拢会当看到过去才发展的脚迹。即摆我就带恁来看。俊哥，咱头拄安尼行入来，这规个区啊，其实是1919年代啊，迄当阵日本的工业就是愈来愈发展，所以因对盐的需求啊愈来愈大，因就开这个新的盐场叫做安顺盐场。啊，为着要管理啊，所以咱即马看的这栋，就是迄当阵专卖局的出场所。出场所，出场所的意思就是迄当阵出差的人啊，因咧做办公室的所在。你看，伊这茶其实拢是用 Hinoki 做的。咱看这个建筑物啦，其实甲足侪日本时代的建筑物做像的无？留落来。
啊，咱为这个所在去看出去，迄个所在就是迄当阵的码头，所以看足清楚的。对，所以咱伫咧遮就会当较好管理迄码头的作业。其实这个码头是伫1925年的时阵起好的，啊，迄当阵这个码头啊，专门咧运盐的是足少的哦，所以甲咱头拄仔看到迄个出场所啊，即马就拢是台南市的市电古迹。迄当阵的盐啊，会用帆船为运河送出去出海口，再去交互大只船啊外销去日本佮其他的国家。啊，毋过落尾因为铁基路啊，佮有公路起好了后，这个码头甲运河就愈来愈少使用啊。盐业对日本政府来讲，吼是因伫台湾足重要的经济命脉。啊，为着要确保这种专卖制度的执行，特别伫遮设立盐务警察。即马看到这栋，就是迄当时盐务警察咧用的办公室。这盐务警察啦，因毋但爱监督盐场的运作，佮爱去巡逻遐运盐的路线，也佮有沿海地区，防止私盐制造，也佮有走私。因也佮爱去检查遐卖盐的商家，因敢有合法的执照，展现出迄当时对盐业的管制有偌严。哇，咱安尼为头到尾讲甲规大拖，到底这个海水是安怎变做咱咧食的迄个盐的哈？那咱即马我就带你来去体验一下制盐师傅的生活。咱即马伫遮是井仔卡盐埕，伊即马是台南足重要的文化资产哦。啊，即马伊转型变作文化观光，都有足侪游客啊会来遮体验做盐的文化。但是我就足好奇的啊，小淑芬姐想要请问一下，敢是海水直接就会当变做盐？海水会当直接变做盐，毋过有可能是27天，嘛有可能3个月海变成盐。是安怎会侦查遮济？是安怎吼？来，你看咱这片，较脆遐有无？遐就是咱的内海北门溪湖，啊外海里来的水伫北门溪湖内底沉淀，沉淀这个动作最重要的哦，它的杂质都沉淀下来。啊，沉落来了，咱就甲好的清气的海水，对迄水面甲印起来。印起来，你即马看到内底底啊，就是咱开始讲的大蒸发池。大蒸发池有4格，有高低落差，所以伊咧对大蒸发池豆豆拍，啊，甲印起来小蒸发池有3格，安尼3格夹落，啊，你有看到遐2个底啊无？对，迄2个是高低乳池，乳池咱讲储乳池，要放卤水。对，想要放卤水。我先问一个问题哦，恁敢知影海水的咸度几度3度。对，2度甲3度差不多，就是海水本身的咸度。啊，海水入来了后变做盐，咱一定爱豆豆拍到伊的海水咸度是25度的时阵，因为伊是矿物质、微量元素最多、杂质最少的时候，拍超过28度，你食起来的，嘿，你食起来盐是苦的。哦，所以有可能咱即马咧拍的过程当中，吼，伊若落雨，你就一切拢爱停来。啊，因为浓度无同啊，吼，你本来拍到25度，搁要落去拍盐嘛，搁海水落来。啊，伊可能搁变20度，所以爱靠天食饭。咱较早无莫达，啊，较早咱用龙骨水车，用咱人的甲遐卤水甲印起来，对。哎，较会袂落啊！打较紧的哦，打较紧哦，继续打较紧，对，继续打。哎，这做忝的呢。古早时代你对，所以你爱做骨力大的啊，你还会当甲这个水甲印起来内底啊。所以较早咧排盐无简单啊，系啊，这辛苦的无简单啊。寒天的时阵爱有风扇，啊热天的时阵爱有日头晒。对，来对我行。这是真正有咧制盐的所在。对，你即马带来这盐，拢是咱生产的粗盐。有带起来已经有了。对，一粒袂尴尬。你即马搁带来遮，这是拍20几天的盐咯，伊拢起来是骨骨咯。真的嘞？水共款啊。啊，咱头拄讲咱25度。较会甲印比来遮盐粿仔内底拍，来咱来测看卖诶，这叫做波美剂，好波美剂伊是咧测盐度诶。你甲差了。那是差不多2啊6、2啊7遐呢。对，这是露水嘛，吼露水咧拍的时阵，啊伊风安尼咧吹，薄薄啊一层，铺伫咧你看这边嘿对，咱讲盐中的 LV， 就是伊这就是盐灰，伊是上高级的盐。你甲摸落伊就会浮伊。哦。这盐花，阮只有法度食。
你即马食会小可咸咸，因为伊搁甲卤水做伙，啊啊伊若打起，伊食起来就是清脆爽口。因为要收这款盐花，敢有啥物美感？哎呀，咱用这创这希望啊这，哦安尼，哦，有咧有咧，有无？哦，几片几片。对。这个柜子有盐花，毋过这个柜子盐花通常我一定无啥咧收啊，对所以先互恁看，阮就是大概就是用安尼收盐花。哦对，因为卤水伊会搁较悬，伊较高悬的时候，阮咧收，伊就规个会当安尼规希望安尼规安尼收起来。哦，我发现啊，咱裤骹迄一片一片，迄拢是用虾皮做的呢。对啊，是安怎咱下骹要铺这个虾皮？你夹平就是吸肉最好的。啊，伊拍的时阵是毋是瓦片本身就会烧啊？啊，伊吸肉也让缩短它晒的时间。你若摸搁了温温啊。对啊，啊，因为日头咧拍啊，日啊，伊这一个遐盘拢大概6米，就像咱迄个酒甕啊，哇，哦这嘛有讲究嘿，这就是酒甕啊，哦，这下杯啊，就对。酒甕啊，坏了，规个安尼搭起来安尼。今仔一定来啊，袂当互恁爸来，一定爱做我工课。啊，到做来，这就是咱的盐杯啊。这就是盐杯啊。对，来一人摕一支，好，来你会当开始安尼撒。哦，有无？你撒过敢有盐出来？哦，你只要拍盐出来，对盐粿啊，就爱开始撒啊。这真正无像诶，人看到所想的这么简单。对。啊，啥我都拍到遮悬哈。啊，你爱逐工豆豆用啊，啊，再豆豆甲嵌起嚟啊，所以你爱逐工撒啊。你若无撒吼，伊会变质高的，你就歹撒啊。哦。所以伊只要有拍盐出来，你就爱开始撒盐，逐工撒，啊，豆豆甲这盐水甲兑出来。啊，所以风吹日拍的时阵，拢爱收盐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敢知是爱堆做安尼？头拄我有讲啊，这甲盐卤水做伙的嘛。啊，你要规期间呢用这一个三角形的，啊，伊水就落落来啊。啊，继续拍，吼，啊打起了后，咱顶面无水分啊，伊就甲打去打内底，甲收起来。这是古人的智慧，所以咱即马食最重要就是咱咧维持咱的文化资产。经过今仔日安尼规工的体验啊，相信大家对制盐的过程啊，一定有一寡了解啊。不过日本时代啊，迄当阵为着要互盐的品质更较好诶，所以啊，阁有起一寡洗盐的工厂。啊，即马伫咧北门阁有留一间哦。咱即马来到这啊，就是北门的洗盐工厂。我约一个朋友啦，伊对这足了解，啊无咱就请伊小解互咱听。阿伟，阿伟你好。阿伟你好，想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啊，咱即马伫北门洗盐工厂内底所看到的这个机器啊，抑佫有规模遮尔大，这敢是伫台湾足市场会当看到的啊？洗盐工厂咧，其实较早伫台湾咧，总共是敢有4座尔。 4座。啊，分别是伫咱中华的鹿港、嘉义的布袋、台南北门，甲搁一个高雄的乌场啦。这4座即马敢拢看无到啊，看袂到。北门这座尔，因为其他的3座伫咧即个日本战争的时阵啦，就去互美国伊用炸弹去甲损毁掉。啊，为什么盐爱经过洗？哦，因为咱盐咧，伊是靠日头拍出来，哎，有一寡沙啦、树叶啊，伫咧盐堆内底，所以咱要做起来食盐，咱就爱经过来洗。啊，洗盐咧，到底用什么水咧？伊毋是用一般的自来水去洗，因为你要用自来水去洗这个盐啊，咱想盐一定要有水氧盖起嘛。所以咱放盐洗身躯的水咧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叫做盐卤水。这已经差不多30吨以上的老盐卤水啊，水啊拢清嘛袂落落。主要就是伊比海水咸5度以上的。啊，咱即马所看到的这台家电机啊，伊上特殊的所在就是咱台湾第一台家电机，啊嘛是即马咱会当看到的保留下来唯一的遗址的家电机，伊是用喷的，喷在盐面顶，喷完点了后呢，它就会到我们的这个仓库呢去入仓。今仔日安尼行落来，对咱台湾制盐的历史有佫较深的见解呢。伫咧台湾上适合制盐的所在是伫咧西南边的沿海。啊，咱看到用盐田来制盐的状况吼，伫咧电信公司内就看有啊。伫咧盐内底啊，爱掺点，就是为着要防止大红龟。啊，盐除了起来食，其实伊嘛是工业发展足重要的原料之一咯。安尼大家拢会晓啊吼。